大家闻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定定报道一寡意外发生的原因，拢成为一时失觉贼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角读稿仔角第4条。这个角本地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困醒，咱讲是角醒；嘛有心内强强领悟一件代志，咱讲是觉悟；还佫有发现，咱讲知觉、发觉。若是讲对物件的感受，咱讲是感觉。还佫有先知的人，咱讲伊是先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知觉，代表有发觉、有发现；第二个词读做失觉贼，也就是无留神、疏忽去、失误去、差错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有个人较无安全意识，伫室内停车场，车咧发动，无知觉到危险，一时失觉贼，阵啊输伤济一氧化碳到体内。轻镜头就会变白想要吐，若严重就会无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角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